而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就話：紮鐵工人工潮對地產商有影響，但係就唔願評論工人嘅行動。郭榮嘉報導。紮鐵工人連嚟聚集嘅土瓜灣天光道地盤，工人繼續做嘢，但係紮鐵嘅就比平日少。地盤屬於全港最大嘅地產商之一長實集團，集團主席李嘉誠未有回應受到幾大影響。紮鐵工人嗰個係全香港做地產嘅人都會有多係少影響咧，都有啲嘅。即係你覺得佢紮鐵工人嘅要求合唔合理咧？即係同埋佢哋一路都係喺天光道嗰個地盤嗰度即係聚集咁。我如果講一句，你咪可以大做文章。阿威騰你講啦，快啲傾掂咪得咯，對個個都有好處。係啊。發展局話，工務部門轄下有超過200個地盤進行緊工程，當中大約10個受到工潮影響，主要係起樓嘅工地。房屋署就話，現時有幾個地盤有進行紮鐵工序。無線電視記者郭永嘉報道。